Hello，我係鄭國希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興趣打排球。對我嚟講，排球唔單止係一個運動，亦都係一個生活方式。首先，排球可以令到我學識咗團體團隊合作。喺場上面，我哋需要互相信任同埋默契配合，先可以勝利。每當我哋完成一個靚嘅殺波同防守嘅時候，成隊嘅氣氛都會瞬間提升，呢個感覺真係好正。其次，排球都令我保持咗一個良好嘅體能。喺訓練期間，我需要不斷咁跑步、跳同埋揮手，呢啲都可以令到我啲肌肉變到更結實，身體都可以更健康。每一次訓練嘅過程都充滿咗挑戰，而且可以克服呢啲挑戰嘅成就感真係好。此外，排球亦都令到我可以知道點樣去面對挫敗。喺比賽嘅時候，贏輸係常事，但我亦都學咗失利嘅時候要重新振作，分析問題，努力去改自己嘅技術。呢個心態唔單止可以幫到我喺排球場上面嘅進步，亦都影響咗我生活嘅其他方面。仲有